那为什么呢？各位前十几年支持年金改革，还有公务员十几年有难言之隐。没错，什么难言之隐？因为呢，韩国瑜2028年还想要选总统啊，追真相。不然白的这个被加个不累啊，又要有名声哦，我们会拿出一个折中版本，但最后总是呢利用技术性的手法变成小蓝，让国民党支持的版本呢都如数过关。面对这样一个僵局，究竟该怎么办？这个赖清德总统说了，反联改这样的一个方案不能走回头路，不走回头路，到底民进党方面现在有怎么样的一个方案跟策略？等一下我们来了解一下。另一方面再来看一下中国版的高手在民间。中国有一间制面条的工厂太厉害了，可以坐飞机，真的做出来20架，重点是还有人敢买。但是大部分就是农用嘛，你看美国也有很多这种农用的飞机啊，就是傻什么啊，真能这样子哦？这可以过关吗？还有哪一些高手在民间？等一下也要带你来开开眼界。先来介绍与会来宾，人教是资深媒体王瑞德，慧敏好，大家好。来介绍是民进党新北市议员卓冠廷，慧敏姐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炳凤，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东豪，大家好。他们都没有睡着，我用跳过的，我们导播都有清楚的抓到，不错。来介绍的是前民进党张委员张一善，慧敏好，大家好。好，我们来看一下礼拜天的政治焦点，很多人在问说，其实全民应该都希望说，是不是3党的这个主席哈，或者是这个立法院跟这个行政院，包括总统，你们都可以坐下来好好的聊一聊台湾的大方向。可是这件事情怎么那么难办到？拒绝的人还满口仁义道德，一起来听听。台化法跟反联改已经确定不部署了吗？听到问题，总统没有多回应。不过15号就是总统府公布财化法最后期限。据了解，府院已经拍板，不复述、不公布，将成为宪政首例。院长可不可以讲一下，就是财化法的部分？出席同场活动的立法院长韩国瑜不多谈，尽管韩国瑜拒绝出席周一国政查叙，但查叙仍照样进行。卓奎也将在会后向国人说明不复述、不公布理由。针对刚3读的停砍年金，府院也朝不复述、不公布规划。总统说了算，行政院长说了算，这绝对不是民主宪政。这是专制独裁。尽管蓝白跳脚，但作家汪浩认为是蓝白先把制度逼到墙角，这回行政权硬起来，立院准备做好重选准备。不过倒阁一题一抛出，不止黄国昌反问倒阁了，卓荣泰会下台吗？蓝委也不接招。他要不要下台？这个理论上来讲当然是要的。拿总统跟行政院长之间的关系跑来制衡立法院，这本来在宪政上面就是笑话一则。虽然蓝营人士私下坦言，府院祭出不复述、不公布，在野党难反制，但依旧能利用卡住总预算和国防预算来报复。接下来，我们必须要共同跟国人说明白、说清楚。到底为什么行政院要采取这样的立场？绿营这回祭出铁拳，阻止蓝白争议法案，在野如何接招？攻防未完待续。好，这个韩国瑜拒绝了总统的邀约之后呢，总统讲了一句话，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他说他知道韩国瑜有难言之隐。没错，什么难言之隐？因为呢，韩国瑜2028年还想要选总统啊？为什么呢？所以呢，在国民党内部的压力他本来大家都知道，昨天我们已经在节目中讲过了，这个所谓查叙明明是韩国瑜自己提出来说，可以改用查叙的方式，因为这个3院的院长可以坐下来谈嘛，那韩国瑜说这个太那个严肃，所以改成查叙大家都坐着喝茶聊聊天嘛，这样比较简单嘛。你提的查叙，然后呢，人家这个认真处理了。安孟安那个秘书长呢，认真去处理了以后，你基本上讲你不克参加。不可参加艺术工，我没时间啦我这个时间我没到啦没时间就对了请问你有什么更重要的公事要处理到比总统见面，大家几个院长坐下来谈还要重要吗？那么这就是政治因素就对了那意思就是说，韩国瑜不会跟你讲那国民党的立法院那边推动这些，明明就是毁宪乱政，不然你能怎么办？我今晚瘫痪你大法官宪法法庭，没都解释说他违宪我今晚就跌过，你放心不要个一堆，后边还有那个什么，还有那个不在籍投票之外呢，离岛条例才可怕。离岛条例会把中国的东西洗成台湾的人就出去了，离岛条例会把中国的医生洗成台湾的医生就对了这些后座还没完，后面一定还有一堆在后面等就对了。那我问你，你现在支不支持3党党主席坐下来谈一谈？好，我重点来了。
谈什么？总要谈吧？不是，就这几个法案。我问你，真正要谈的立法院的院长都不来了，3党党主席能够谈出个什么东西来？还有，现在不是讲说黄国昌不是说3党党主席？我告诉你啦，黄国昌这个都是一个只想要壮大自己的政治资源跟政治的相关的能见度这样而已。他并不是真的要跟你谈，所以你觉得也没用？没有用，为什么？郑丽文跟黄国昌，我请问你会跟赖清德谈出什么东西来？为什么他们要这个直播？因为很简单，在直播的时候，那么你要知道，黄国昌也好，郑丽文也好，就可以直接指着赖清德的鼻子痛骂、痛问说怎样讲一大堆哦，他这是他的目的，好个底加，这就是他的目的哦。搞不好我跟你讲，还可以开抖内，你知道吗？还可以开抖内啊！哇，骂得好啊！开放提问1690、1360啊等等，还要开抖内啊！开放提问要没有真的什么？很有道理哦。直播可以开抖内，有人规定直播不能开抖内吗？对不对？法庭直播，柯文哲来讲说，为什么这个延迟辩论呢？那么法院不敢开直播，你去骂这个所谓的黄国昌嘛？当时他修法的时候，修法院可以用适当方式，你直接说。一定社会瞩目重大案件对吧？一定要开直播啊，不就好了吗？当时你去骂黄国昌嘛，那难道法院开直播的时候也要收抖内吗？那除此之外呢，黄国昌还把这个赞扬这个的韩国瑜说，韩国瑜没有去让赖清德摸头是对的啊，我当然是对的，为什么？全台湾的政治领袖对不对哦？会让人家摸头了这一位。就黄国昌，只有他嘛，被婚前摸头嘛，我跟你讲哦，只有我能被摸头，其他人不准。我的头对不对哈？我头发是比较少，没错哦，但是我60几年来60几岁能够摸我的头，只有我的爸爸跟我的妈妈，连我的太太，我最敬爱的太太，最亲爱的太太，你摸我的头，你给他记看买，我给他避免，我跟你讲他们，我一定要求 double 的遮羞费，那个我的那当个月的那个相关的零用钱一定要 double。你是讨零用？我的头是我爸爸妈妈可以摸的。岂是别人可以摸的？你一个人格都没有，这样打扮，做人的尊严都没有，就让人家这样摸嘛。过去他怎么讲傅昆萁的？判的太少，然后呢，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外衣间服刑啊，太轻松、太好过啊，然后呢判那么轻。结果现在被人摸头，这黄国昌就是这样的咖小嘛，我这样坦白的嘛，哦，所以黄国昌呢，当然只有他能够被摸头嘛，谁能够被摸头啊？那么除此之外呢，民众党对不对哦？民众党啊，那么所谓不在籍投票，那么为什么委员会抽出来禁服2读啊？黄国昌急什么？很多人误以为说为了新北市票，错，这个是他急着，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倒数。慧敏，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48天，黄国昌倒数离开立委保护伞的第48天，所以呢，他知道他急了，赶快要在这个之前呢，赶快把一些法案赶快清掉，弄剩你的功劳哦。因为柯文哲已经在直播的时候跟黄国昌一起把你讲得清楚，你就做到2月1号早上0点，你就不是立委了。所以到时候黄国昌什么都不是啊。我讲坦白的，搞不好我们都不会这个等于说再去讨论他了。他也准备让检察官直接调来，搞不好还搜索了。所以呢，你就知道黄国昌为什么急啊？至于说不在籍投票是为了他的新北市票，那想太多了。因为一个8.2%，一个10%不到的这个政治人物，我请问你。谁会让他的这个等相关的支持度呢增加到20%、30%？如果他今天有15%到20%，那就不一样。15%到20%，国民党就必须跟他谈。如果是8.2%或是10%的话，我跟你讲，我是李四川，我每年哦金干单，你没有发现李四川根本都在拖吗？都在拖而已，没有真正要跟他谈合作。因为很简单，我就到时候把你弃保就可以了，直接提出弃保，蓝白合要一起弃保啊，你黄国昌就 GG 了。不要忘记。宋楚瑜就是这样被做掉的。好，这个美丽岛的最新民调直接就写了嘛，他说就是这个人知名度非常之高，支持度非常之低，所以李世川现在先暂时不理他，漠视他，这是比较正确的策略嘛。黄国昌现在是靠什么？他每天都在算民进党，礼拜6出现一个消息嘛，就说什么民进党希望还是跟民众党合作，好，以这个让柯总召下来，换下柯建铭为条件。我不知道这个消息怎么放出来了。柯建铭时间到本来就会卸下总召的职务了，所以民进党并没有损失。但是这中间透露出的一个讯息就是说，民进党是不是真的有用各种方法接触民众党，希望在重大法案上，民众党可以跟民进党合作呢？我觉得这个新闻，黄国昌自导自演，自己放话，自己回应，你觉得他自导自演可能性比较高嘛？为什么？为什么？他回应，因为柯建铭所谓
哎。说真的，这个会期本来柯建明就要下来，我先跟大家讲一下他怎么回应他的好不好总召，他的回应是说。我必须说，民进党省省吧！这种廉价的政治泛化，只是用无用的手段掩饰自己的无能，他天天就是开涮民进党。所以你看嘛，就是自己你叫他自导自演，自己回答嘛，自导自演嘛。别忘记了，他上一次放了什么话？苏巧慧派人跟我讲啊，叫我一定要选到底啊，抬高自己身价嘛。蓝白合的时候跟郑丽文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会选到底哦，苏巧慧叫我选到底哦。那苏巧慧打脸他，到底是谁放话的？这个也是放话啊，所以黄国昌很善用所谓的放话之后回答问题，然后来抬高自己的身价。The Voice of the Future， 未来的声音 ，iNews。每个地方发生的小事都可能成为国际新闻，造成的连锁反应足以撼动世界。你同意吗？这都是。どうします？ Nakubali. I agree. 你不同意吗？没赛。Je conteste. No estoy de acuerdo. मैं इससे इत्तेफाक नहीं करता. 是非、观点、真相不是只有一个。Got a point? Make it shine。我是刘晨曦，每周日晚间11点，国际辩论社，看你怎么说。生活是一道数学题，走向加法，我们投身参与；走向减法，探索自我；走向乘法，加倍考验；走向除法，我们相互包容。组合无限，看似重复的模式，其实是一种独特，因为你能为自己选择。心之所向，决定未来模样。转动台湾，选择是一种幸福。三立新闻。关我什么事？投资大小事。关我什么事？理财新趋势。阿关告诉你，股市、产业、全球聪明钱，关我什么事？关键60分钟，站在巨人的肩膀看世界，大师对谈，全球脉动一手掌握，潮人物专访，外资报告一点就通，产业趋势精准解读。请锁定 Catch 大前朝。AI 治病，小心弄巧成拙；听信偏方，小心病痛更多。你的疑问，我帮你问。每周1到周5下午4点，名医达人天天上线，1对1问答，电视网络同步直播，及时发问，及时解答，健康一起聊，和你一起聊健康。我喜欢在天地之间感受山的宽容，海的包容，还有人的善良可爱。每张脸孔的故事，就像从缝隙看到光，温柔却又璀璨。让我们一起寻找台湾向上的力量。我是白欣怡，我在台湾亮起来。蓝白强推反年改法案在争议声浪中3读通过，引来许多现职公教人员po文反对。有人发问说：“我是国小老师，任教10几年，支持年金改革。”还有公务员贴出薪资单证明，强调支持年改，但蓝委徐巧芯则在贴文下留言呛瞎：“你可以全部捐出去做公益，社会上会有很多人感谢你。”
18现职公教人员不满。但不止反年改，国民党立委陈永康更预告下周将启动修法，调整退役军人年金，要求跟现役军人调薪同步联动，而且每3年应检讨并调增。台湾未来的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负担，就是反年改，然后包括还有助理费，这些呢是严重危害民生。更好的话，应该是给现役会比较好。只是国民党争议法案一个接着一个来，蓝委游浩提案将救国团回归党产，去8年绿营多项改革，现在在蓝白人数优势下回到原点。柯建铭明年会不会续任总召？党团自主选出谁我不知道，但是黄国昌明年一定不是立委，那跟你谈干嘛？跟你谈干嘛？你就已经不是立委了，包含2党主席郑丽文也不是立委啊。郑丽文管得动傅崐萁吗？郑丽文连党内最争议的助理费的贪污案都没办法搞定他们自己的立委了，郑丽文叫得动立委吗？所以这些立法院所导致的问题，赖清德为什么要跟韩国瑜谈？因为你们2党主席根本叫不动你们的立委嘛。而黄国昌未来2年条款一到，你明年不是立委了，这8席立委要跟谁谈？不是跟你黄国昌谈啦，跟柯文哲谈嘛。所以你这个党主席啊，你不只有所谓的立法委员没办法干，你的新北市长又没办法当选，你的党主席还被柯文哲架空。那我赖清德找你谈干嘛？你真的赖总统看破不说破，你都把他点破啊！我直接点破啊！我跟郑丽文讲要干嘛？我跟郑丽文讲干嘛？跟郑丽文讲干嘛？郑丽文说你要废除台独党纲，我要跟郑丽文讲台独党纲在你还是民进党党员的时候就已经变成历史文件了。这我修法的，我最清楚。所以你不要那边借口说什么你没放弃台独党纲，我不愿意跟你谈，你谈也没用啊，你就是不想要去。民进党也没有台独党纲啊，你干嘛学韩国瑜乱扣帽子？还亏你民进党出身的。对，对不对？而郑丽文不想去嘛，黄国昌现在想去啊，因为他现在所有的政治舞台都快要消失了。党主席被架空，立委没得干，新北市的民调低到一个没有办法威胁李四川的一个状态，那你到底剩下什么？所以现在为什么他说韩国瑜不要被摸头啊？我去给他摸，我给赖清德摸，让我去摸，我要开直播。要拉抬自己的声势嘛，然后放这种柯建铭，再吃一次柯建铭的豆腐嘛，说换掉柯建铭是因为民进党想要跟我谈。对，我看到说真的要谈也是跟柯文哲谈因为我们知道接下来8席立委2年条款，他们有立委可以做，是因为柯文哲的提名，是因为柯文哲坚持2年条款，这8名立委才有立委可以做嘛，所以是听柯文哲的嘛，所以绿白未来会不会合作？对于相关议题，我说真的，柯文哲的弹性比黄国昌大。黄国昌因为对民进党的仇恨值非常高，所以他所有的宁可当傅崐萁小弟也不愿意跟柯建铭谈这个是黄国昌的问题。但是柯文哲在，我觉得以前看柯文哲的种种表现他对蔡英文总统那种很不礼貌的态度你也干嘛讲我告北过啦？根本没想到又出现一个更北过嘞。没错，而且他这个对民进党的仇恨值比柯文哲高，柯文哲相对来讲有弹性，所以你看柯文哲跟黄国昌在谈所谓的军购1.25兆军购案的时候，他是说国民党反对民进党赞成，所以民众党这8票就非常的关键所以包含像军购这比较中性的议题，有可能柯文哲就会想要让这8席立委去支持1.25兆的这个军购的问题，所以这个东西未来会根据议题合作，而柯文哲的弹性会比黄国昌来得大。所以你觉得接下来是有机会的？是有机会的，一些相关议题，但是对于国民党他们要推的议题，譬如说年金，这个柯文哲他之前也反对年改就是他也支持年改嘛，所以柯文哲的态度也不会因为国民党想要去争取军公教的选票来去反对跟国民党对着干。我觉得那黄国昌一出来之后，就显得柯文哲也没那么糟所以接下来真的我觉得柯文哲太聪明了，找这种人接他的党主席的位置比一比就觉得柯文哲还行，不是太敲鬼。所以现在怎么样？现在反年改民众党是肯定就是放水，因为已经3读过关了嘛。对。那你觉得民进党，因为赖总统说是不走回头路的嘛？那你觉得还有民众党，柯文哲不会有什么意见吗？民众党的支持者都是年轻人他们针对自己权益受到这么大影响的事情，他们不会表态吗？因为短期之内他不会有感觉，
因为你要知道哈，我们现在三读通过的那个军公教年金那一块哈，你大概要补6900多亿嘛，我们凑个整数了，算7000亿好不好？这7000亿对一般人来讲你没有感觉，因为是政府在付这个钱，对不对？可是你到缴税的时候你就知道啊，那个钱要从哪里来？应该从税金来。可是对年轻人来讲，那个感觉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所以他不一定有感觉。而退休金被减少的人，他口袋进账的钱多是直接的，他们一定会回馈到国民党身上。因为是傅昆萁他们帮他争取来的啊，这很清楚啊。所以你知道那个感情，我们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落差？因为那感受差很多。好，那你就要问了，那有没有影响？当然有影响啊。如果那个考试院没有算错的话，你现在用7000亿要去补，对不对？然后而且它不是你很快你就调回那个所得替代率到69嘛，69快70嘛，就搞没几年你就要面对了嘛，你就要面对那个蓄水池不够的水不够的问题嘛。反正也是政府补贴啊。对，就是因为政府补贴的时候你就没感觉，所以它是主要是在这里了。所以你觉得民众党的支持者并不会因为民众党在黄国昌主导之下放水，而觉得有被剥削感，除非他自己的生活受到影响，否则他不会那么强烈。所以民众党敢这么做。对，因为当初年金改革是什么？当初年金改革是因为劳工这一块受到影响。可是你说一个刚踏入职场12岁、20岁的人呢，他那个时候会对劳工年金有感觉吗？他也没有感觉。是你已经缴了10年、20年的人。你会怕，就我还没开始缴钱的，或者缴1-2年的，其实你没有感觉哦，因为反正都只能2年啊，撂起就撂起啊。可是我已经缴了10年、5年、10年、15年、20年的人，那个时候我们是在怕。好，那运气比较好，因为小英时代这个民进党执政这超9年的时间，政府的财务算不错嘛。所以劳保一直都用补贴的方式嘛。那军人其实砍的比较少。好，可是问题来了，钱不会莫名其妙跑出来，那谁要负责？你要看有多少人缴税嘛。你缴税的人少，但是我们从选票的这个很现实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过关了，国民党的票多了，坚定了。第二个，民众党的票也没走，因为那种相对剥夺感不是立刻的。好，那关键，但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就生气喽。你民进党这样你没路用，不一定，总那没过，是安怎？这个我觉得民进党的支持也不对，因为很现实，大家都知道，我就是票数不够。现在关键是什么？不是蓝白绿加起来等于所有的选票。我们在讲选举分析的时候啊，第一件事你要先扣掉10%，或者15%，就是有10到15%的人是不会投票的，或者没有时间投票的。他说通常你看那个投票率最高大概到80就紧绷了嘛，有的时候会超过80出头嘛。你把蓝白绿加起来，还有10几%的人，就不能算在各自的盘哦。所以针对这个反年改，要看10几%的人，不是看小草，不是看心里有感的，不是看小草小抽，是看第一个你有缴税，然后呢但是你又不是已经要开始要领年金的那群人，所以那个年龄层会落在哪里？35到55之间这个区间，有的人是再过一段时间他可能要开始年金的，有的人是已经缴了10年了。那我如果后面没有，尤其是公务人员。因为公务员是一个辞职，以前的做法就是后面的人缴的钱给前面的人领嘛。那你前面的人现在领可以恢到70%的时候，后面的人要紧张嘛。那你判断这件事情如果不走回头路，赖总统能怎么做？因为我3读都过关了啊，什么叫不走回头路？4刑已经板上钉钉了吗？而且总统可以怎么做？而且这一件可以不执行吗？对，这个一定会谈到了嘛。好了，那他们那个时候有一个可以参考的方式啊。警察的不是也调了吗？那他们现在怎么办？你知道吗？警察不是被徐小英他们加薪，对不对？3万。然后那个他们的方式很简单，申请释宪嘛。那总判的时候他们有讲嘛，如果释宪认为行政院违宪，我会把没有发的全部都补出来。但如果解释是违宪的，立法院是违宪的，那我就不用发。可以用这个 model 做参考标准。
好，来冠廷，刚刚的问题是一样要请教你，不走回头路有什么做法？然后其实因为你是比较年轻一点的这个民进党的这个工作者，你应该很无助吧？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你好好的把你无助的心情讲出来，然后你希望这个国家现在可以怎么做？好，我先讲哦，就是大罢免前，其实国民党跟民众党在立法院恶搞这件事情，全民都已经知道。那现在只是因为大罢免没有罢掉任何一席，所以他们在立法院可以继续干他们之前就一直在做的事情嘛，就是很奇怪的法条一直在过。但人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我举例有几个事情，第一个，你说年改走回头路这件事情，他们是精心设计的。2019年开始做之后，每年降1.5%的这个所得替代率，10年比方说本来75%变60%。人嘛未去了解，就是人虽然。各位听众朋友，这是新婚林之声广播电台 FM 89.3调赫，欢迎大家来收听咱这个节目。这个节目在故乡的声音。这个节目是婚林馆台语文研究学会为大家制作提供服务，欢迎收听甲指教。我是今仔日的这正论题的主持，我王德显。咱今仔节目共款也是做现场播出，就是听众朋友，你若听到咱要讲的内容，你有感觉有意见，想要来甲大家来分享、来讨论，会使敲电话入来哈。咱的电话号码是0559666449。先来讲天气。人讲下寒
我讲也未看，这是奇怪。时令行到冬节，冬节剩几工仔就到啊。咱讲冬季有一年有24节气，一季有6个节气。冬季内底就是立冬、小雪、大雪、冬节、小寒、大寒。安尼等于讲冬季过要到一半咯。若无冷则是奇怪，无冷就是无正常啊。冬节要到，冬节的一个现象，咱常常咧讲，冬节一个现象就是乌鱼啦。咱台湾西部沿海会掠着乌鱼。人个讲乌鱼或者鲫鱼，是安怎？讲足守信用的。是安怎会讲真守信用？伊都即个时阵一定会来啊，算固定伫这时阵来。所以人咧讲乌鱼来到咱台湾这边掠着，就是冬节前10天开始到冬节后10天。冬节前10天到冬节后10天，安尼就拢总20天。换一句话讲，就是讲乌鱼来到咱遮会经过的时间，就是拄啊伫这20天内底啦。所以掠乌鱼的人，大家嘛真内行啊。伊差不多这站就是讲冬节前10天开始，因着人讲着准备伫遐咧等乌鱼来啦。通甲掠起来，掠当然对渔民来讲，因算有一条收入。对乌鱼来讲呢，可怜，千里迢迢伫人讲乌龙坑伫遐游遐远落来到遮去用掠去，性命都无去啊，乌好哀哉。所以对因来讲算不幸，但是咧掠乌鱼的人来讲算欢喜。所以有一寡物件，你要怎解说？一切是两面嘛，有人欢喜，也有人就无欢喜嘛。发乌鱼一定无欢喜的，对。但是即阵的社会是人的社会，所以想尽办法甲遐乌鱼掠起来，掠起来。若乌鱼母讲掠起来，杀迄个籽，做乌鱼籽啦。乌鱼公的咧，乌鱼公伊内底还佫是乌鱼标，讲真好食安尼啦。所以掠乌鱼的技术咧，古早迄阵仔咧掠鱼是人讲放网落去试看觅，看围着未，看会掠着未，看乌鱼会着网未。即摆佫较厉害，即摆讲有迄探鱼机，探鱼机会当伫船仔顶向水底迄边，甲意思咱像讲发射电波的款，水底有鱼无鱼，多少就会知影。伊若探着讲即粒有鱼，咧游就是讲，伊对北向南咧走就对啦。伊就即阵你若伫即个所在探着有鱼，较等的较南边放网落去甲扎咧。可能在乌鱼就着网啊，安尼啦，是嘛？佮较算讲要掠鱼的即个物件设备佮较好，所以若有鱼，大部分拢到大洋海峡就互你掠了。当然毋是完全掠了啦，因为乌鱼的习性是落去到巴士海峡讲生卵。生卵生了后，即只乌鱼无卵咯，空壳啊，佮走倒上北。所以咱头拄仔咧讲冬节前10天甲冬节后10天是人讲正头，所以正头就是伊乌鱼要往南的这20天内底，伊落到巴士海峡，佮倒起来几工。应该上正话，佫10外工点，所以倒起来也有人会佫掠到乌鱼，佫掠到这或者啥，或者
倒头乌啊，那乌鱼母咧，伊就无卵啊。啊，即个咱讲乌鱼缸诶，乌鱼缸伊迄个底哦，咱咧讲乌鱼标，啊遐咧，伫生物学应该是或者蒸笼啦，蒸笼。啊，若伊要去巴士海峡申请，照讲在乌鱼缸伊嘛是落去到巴士海峡甲遐，伊会遐这蒸笼内底拢甲放出来，才会急症，才会生卵，才会拍形，才会生正。应该理论上是安尼啦吼。啊，所以乌鱼走倒转来，就拢放了啊。干剩迄只鱼本身无卵，安尼走转来，或者倒头乌。啊，倒头乌有人咧掠无？算嘛是有啦吼，是咧掠迄意愿较无遐强啦。因为你掠着乌鱼有卵的吼，卖得较有钱啦。啊，掠着乌鱼壳啊，卖较无钱，所以较无遐认真咧掠。啊，嘛是有啦，嘛是掠着。啊，这是冬节前10天，冬节后10天掠乌鱼，即阵拄啊好是伫即个时阵内底。啊，你讲咱是讲冬节的民俗，毋免阁讲啊，民俗逐个嘛讲啊，冬节一定食圆。啊，过来咱讲冬节是一年内底讲年节吼，有几啊个年节，但是有分啥物？讲冬节是有咧大年节啦，大年节就是真重要的工课，就是家家户户拢拜祖先啦。啊，这冬节的民俗，咱就莫讲，咱只来讲即个天文。咱讲冬节是一年内底日头上短，啥物叫做日头短？啊，啥物叫做日头长？啊，啥物叫做暝日变分？咱春夏秋冬有2个节气，就是春分甲秋分。春分甲秋分的时阵，人咧讲春分、秋分，暝日变分。啊，冬节甲夏节，冬节日头上短，日头上短就是讲，伊一日24点钟内底，暗时有可能是13点钟，甚至较济。啊，你是有照日头的时阵，可能11点钟。啊，若反倒转来到夏节，咱旧历的差不多5、6月啊遐日头上长，日头长就是一日24点钟内底有出日的日头出到日头落，有可能13点钟外。哎吼，这日头长。啊，啥物叫做日头长？甲日头咧按怎来？大家拢知影讲，啊，地球咧射太阳，啊，地球咧自转，一日射一日。啊，像下早6点看到太阳，啊，下晡6点落日，人讲日头落山。啊，即个地球搁再射到明仔载6点，哎，太阳搁出来咯，安尼。但是地球自转咧射太阳的时，毋是固定一个角度，啊，这就奇怪，这就是牵涉大自然的力量啊！是啥物人的力量去甲创互伊安尼？毋是凊彩啥物人就有迄力量通甲创互伊会安尼写啦。假使即个地球射太阳，啊日头照来角度，即个拄啊地球的
半中或者赤道，伊少赤道，当然固定一个点，下早时几点出日，下晡是几点落，日暗袂变。但是这个地球是太阳每一天起一束啦，每一天起一束啦，起到倒位呢？像咱台湾嘉义这个所在，拄啊讲哦，这北回归线经过，下面在北回归线，就是地球是太阳，伊会起来到遮好，动开，等下换个起到转去，所以来到遮上进步咯。明仔载开始袂使搁往北，搁继续起咯，伊爱搁往南救到转去咯。所以这个所在或者北回归线，咱台湾嘉义的所在就是北回归线经过。伊地球起咧晒太阳，起到遮就好咯，毋通搁继续起落去咯。安尼搁回倒转去，回来到啥时阵？到夏季，到夏季时，伫地球的南平面有一个南回归线。那敢若也无关系，离咱太远咧，咱嘛毋知影伫倒去。伊晒到南回归线。去到南回归线，伊又搁一日搁渐渐搁往这边走。这是大自然力量啊！这咱嘛无能力通去左右，到底什么人有迄能力通甲创互安尼？这毋知影啊。好，所以当这就是咱讲这。日头上底，就是日是照着太阳的时间较少，暗时较济，所以人讲暝较长。其实暝长暝短是安怎分？是日时甲暗时的区别。一日合咧，拢总24点钟，迄拢袂变。咱拄则讲冬季啦、夏季啦、春分啦、秋分啦，甚至入春、入夏、入秋、入冬，每一工拢24点钟袂变。为变的是变啥？变讲为讲落日头较早出，较慢落；为哪日头落较慢出，较早落，安尼尔啦。所以拢无变。过来，另外一句话，咱较早捌讲过，讲。冬季8日是清明，你看最开始是算冬季后面是啥？冬天的冬季后面还佫2个最开就是小寒大寒。小寒大寒佫落去咧，佫落入春咯咧。入春雨水经历春分清明，到清明。古早即句话咱常常咧共解说，讲冬季8日是清明。因为古早人咧讲迄个数字的概念，参咱即马无共。古早讲8日，参咱即阵咧讲8日无共啊。咱即马若讲8日是啥？是160天啊。就是讲冬季到清明，古早人讲冬季8日是清明。确实是几工？确实是。106啦，106天古早因毋是像咱即马安尼讲106啦，较早人讲冬季8日是清明啦。就是咱即马讲冬季过后过106天就是清明啦。你袂使甲就咱即摆话落去解说哦，即摆话落解说就变冬季经过160天。就清明安尼毋对啊，所以古早人的算法，即摆咱讲者题外话啦。即个讲偌济钱、偌济日子，比方讲
规个地球都讲已经形成46亿年，到底有影无影我毋知啦哈。所以拢安尼讲，算到真济，咱讲偌济10、20、30到100、100、200、300到1000、1000到1万，1万、10万、100万、1000万，过来1亿。你有钱1亿无？有啊，有钱1亿。咱台湾人讲啥物人因兜的钱有1亿，还是讲因兜的财产有5亿、有50亿，还是讲有人讲趁真济，讲趁2000多亿。咱台湾人安尼讲嘛吼，对方安怎讲？无来无去，得佫加一字出来。比如讲，某一个人买一栋老厝真侪钱，咱台湾人讲安怎讲？迄啥物人一栋豪宅就开3亿外，还是讲迄栋豪宅10几亿？咱拢安尼讲。迄边毋是啊，迄边你甲问讲，你即间厝是偌济？这间厝3个亿啦。因拢爱讲了，讲3个亿。若佫较济，比如讲15亿，15个亿啦。讲这嘛，参咱台湾拢袂下你知？数字的概念，我听讲咱台湾讲是毋是其实简单明了？因着爱佫加讲一字，好，迄人真够趁钱，每年赚3个亿，听了怪怪。好，咱这段先讲到这小休困者，等下再个讲。各位听众朋友，来咱继续进行节目，过来要讲一个进行无几工前有一个新闻话题。因为咱即摆真侪人拢塞车啦，家户户拢嘛有车辆，所以塞车算咱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真重要的一个工课。因为平常时罕日咧出问题，有啦，塞车出车祸，逐工都有啦。但是有一项平常时较少人会出即个问题，塞车加油加毋着去。因为咱较简单讲，车加油，油会当互车加油有几种？都2种了呢，汽油甲柴油啊。那咱像啊，过来讲，开迄讲古早，古早汽油是一项，无2项嘛，2项啦，就或者普通汽油甲高级汽油啦，汽油2项。柴油嘛分2项呢，柴油嘛是普通柴油甲高级柴油。啥物叫做普通，啥物叫做高级？普通的就是普通就好啊，高级嘞，高级算较够道。若讲伊爆发力较强，
较早是或者普通柴油、普通汽油，普通汽油甲高级汽油啦，啊柴油嘛是普通柴油甲高级柴油啦。啊，到现在，普通柴油无啊，只要人讲高级柴油。所以佮讲毋是高级啦，佮比高级较好，讲是超级，柴油变剩一项。啊，汽油咧，汽油较早迄个普通汽油无啊，干啊或者高级汽油，啊高级汽油佮来分做三项，三项就是用数字来表示，就是92、95、98。啊，人来讲啊，这数字是表示啥个？表示就是化学名称内底有一个辛烷值，啊，辛烷值咧，当然是愈悬咧，伊个爆发力愈大。啊，你个车若要加油，你言讲爱900个较好，我要加900个，像咱啊。去大卖场去买物件，啊，物件有分较贵诶、较俗诶，啊，真侪人拢讲，啊，我要买较贵诶啦，买较好诶。啊，这汽油，你会使讲，啊，我要买较好会使袂？袂使啦，看你台车是设计食多种油啦，因为咱愈古早诶机械设计就是较无像即摆遮精密，伊诶更多较无像即摆遮用，所以上古早咱讲车食啥物啊？啊，你食高级汽油哩，到尾啊即摆咧，即摆92个哩，啊，你台车若设计食92个，你要甲讲哦900个较好。较后倒，我要买900个会使袂？啊嘛袂使啦。因为安怎？因为你个车内底迄个更替个材质挡袂牢啦。啊，到尾啊，人更替愈来愈厉害，伊设计讲900落去，迄个吸引达，就是咱讲气缸，吼啊，甲piston。甲活塞，啊，甲另有就讲活塞环，遮拢做甲真勇，所以才会堪要当讲900个汽油伫遐内底咧爆发。所以你讲啊900个较好啦，我要食较好诶，毋是啦。后来咱就讲一大堆，讲安怎互咧加油去加毋对，普通。你个车，迄个有一个所在咧灌油诶所在嘛，但讲油通挂，啊，你油通挂，点仔拢油通挂拍开，还是若货车，迄油通挂诶边仔拢会特别个搭一个警告话，警告啥？啊，即台车是干那限叫你加倒一种油。吼，咱柴油诶当然简单啊，干写讲即台车加柴油，啊，汽油诶伊佫来分，讲即台车限你加92个，还是讲限你加95个，还是限叫你加900个，安尼。安尼是啥？就是指定你即台车食啥物油，你就加啥物油嘛。啊，最近若讲新闻。事件内底，就是讲加毋着油，加毋着油，这比例亲像咱人咧平常时就若按怎讲食油啊，讲吃错了药，人食毋着油啊是为人啊足歹啦，出问题啦，啊车食毋着油咧，共款嘛是出问题啦。啊，听讲是一个。小姐开车去到加油站，伊即台车讲本来指定是加
cứu我的。啊，迄个车主就是这小姐，甲迄加油站的人讲，我要加救我，加互电。安尼看是大家双方听了毋对，还是安怎？迄个加油站迄个加柴油落去，甲灌落电。啊，灌落电了后，纳钱纳了，因为是拍张发票互伊。安尼，这个小姐车开得出去，开会行未？会啦。迄发油器内底本来要汽油啊，所以开会行。啊，有可能离开加油站无偌远就袂行。啊，袂行，咱一般的人袂行是安怎？拖去修理工厂修理啊。啊，像即个加油加毋着油，啊车开到半路，莫讲开到倒位啦，到加油站离开加油站1分钟啊2分钟，你若点去袂发。一般人嘛袂去了解讲到底是啥物原因，嘛袂去想着讲是加油加毋对，就等下去到修理工厂，到工厂检查落去。大概安尼到迄阵才知影讲，啊，你都加毋对啊！你台车都毋是食柴油的，啊，你去加柴油了，安尼袂使，袂使，搁来后面的问题出来啊！即个赛车的人要叫加油站甲伊赔，啊，大家就要争执啊！加油站讲，迄个加油人员啊，讲。我甲你问讲，你要加柴油是无？你搁讲是，啊是当然，我甲你加柴油了，哪毋对？过来，我加油加了，我甲你算钱，甲你拍发票，发票拍互你，迄发票内底嘛拍讲柴油啊，对毋？安尼时我哪毋对？我无毋对，啊。最后过落到遐尼，过落去是安怎你知？即个车主讲修理车开26万，当然也有搁一款烂衫啊，你26万几千几百箍，迄咱就免讲啦哈。讲修理车开26万，个叫这加油站爱甲赔。过来说去讲，啊，我台车因为。经过即边的代志了后，我台车或者暂时价值会减几啊10万，比如讲，都减50万安尼。迄台车若要卖人，都价值减了50万。好，比如讲，我台车本来也当卖100万啊，结果因为占着油了后，变人讲。像咱人讲破大病了后，身体就无用。啊，这台车人后摆人中国车人咧买，本来就当卖100万，结果剩就当卖50万尔。啊，车减少的迄个价值你嘛爱赔我，所以过落去，过落可能要叫加油站甲伊赔。怎啊？讲第一次的判决落来啊，好，法院安怎甲判呢？法院甲判讲。你修理车的费用吼，加油站应该甲伊赔啦。吼，这算加毋着油，应该算加油站的疏忽，所以因爱负责。啊，甲你加毋着，害你去修理20几万，这20几万的部分呢，加油站爱赔。啊，至于讲你台车会减少价值落来，迄无啦。修理你的后摆你台车要买嘛，照常有通卖到这个啦。无啥减着，所以讲法院即条请求判互伊啦哈。当然案也毋是到遮煞，也咱个上诉。啊，我咧讲是安怎，即款代志或者稀罕，因为台湾的车辆，我毋知偌济台啦，我讲台湾的机车
应该有1000多万台啦，但是台湾的汽车有偌济？是机车的一半数量应该有啊。比如讲，台湾的机车有1400万台，啊，汽车嘞，汽车都差不多一半哩。机车的数量的一半，还敢无？应该有啦吼。啊，台湾有遮侪台汽车、机车，啊，一年通年发生加毋着油的代志有几件？反正一年发生无够一件。啊，过来机车，所有的机车通通是食汽油的，无迄个机车食柴油的。假使你若骑机车去到加油站要加柴油，加油站的人可能甲你讲：“迄毋对啦，机车都无咧食柴油的。”吼。即摆车除了食汽油、汽车食柴油以外，当然即阵有个一部分是食电力的，咱讲电瓶车啦，电力的。但是伫台湾，即种或者电瓶车的数量了无真济，顶多是机车的数量较济，食电的。啊，到底偌济我毋知。台湾电动机车占所有机车的比例有偌济？准准啊1成，啊1成就惊倒人啊！1成就台湾就100多万台即种电动车了啊。啊，汽车咧，汽车无定。占无1%，咱1%几台？咱拄则讲，台湾比例讲有700万台汽车，啊700万台内电动的占1%偌济？哎，占1%嘛7万台的嘛，算诚济了咧。哦，啊电动的咱莫管伊怎，即摆咱咧讲食油的，食油的若以早是。较简单去分别啊，安怎才简单分别？较早只要你是细台车，统统食汽油的啦，细台的统统食汽油的啦，啊大台的咧，大台统统食柴油的啦。不管你是客车、货车，较早是小客车、小货车，统统食汽油的。啊，过来诶，大客车、大货车，统统食柴油诶。较早是安尼，较简单，较好分啦。到尾也毋是，尤其这小车，小车安怎？迄个小货车吼，就有一部分小货车属于较大只诶，就拢食柴油诶。啊，啥物样？这小货车搁大只诶？你著小货车是安怎？哪会搁大只？因为小货车伊诶总重就是3吨半，3吨半以下这小车。啊，你这车总重3吨半以上这大车啦，大牌诶啦。啊，即个小车3吨半以下吼，这3吨半诶货车，会使讲大部分拢柴油诶啦。过来嘛有迄个货车，佫比3吨半较细台诶，啊嘛有柴油诶。但是，若是总重2吨半以下诶在货车，我看嘛是大部分拢是汽油诶啦。啊，过来看引擎诶大小。大小，比如讲，迄条引擎的
总或者排气量的3000cc 还是3500cc， 这款有诶就拢做柴油引擎啦。啊，那伊诶排气量是2500cc 以下，会使讲大部分拢做汽油引擎啦。但是我看这毋是绝对哦，毋是讲哦，一定安尼。因为像啊，即个车诶工厂咧做，真多啦，或者多样化。为了小仔食，伊嘛甲伊做柴油诶啊。像有一种外国入来车，听伊讲伊诶引擎才偌大，讲引擎才1600个尔，伊嘛甲做柴油诶。所以即阵你袂当讲什物细台车就一定汽油诶，大台车就一定柴油诶，毋是安尼啦。真侪即个小客车哦，自用小客车，真侪拢嘛买柴油诶。啊，有人讲一个理由啦，讲啊柴油诶做柴油较俗咧，食柴油较省。我定讲无较省啦，安怎才无较省？这柴油诶价钱参咱汽油诶上俗诶是9厘诶嘛，9厘诶参柴油差偌济？1厘油大概差2箍。但是你买一台柴油的车，迄台车价较贵，价贵偌济我毋知吼。比例讲，都比一台车，你一台柴油的你车钱加20万，啊，你为着1厘油俗迄2箍，你加20万，加摕20万，所以买一台车敢会好？嘛袂好呢。啊，搁另外一点。这真侪人毋知影，真侪人袂晓啦。敢若讲柴油会较省，迄个柴油的震动继续大个。这等下咱再讲，因为牵涉到伊的机械运作的原理，柴油的震动加真大，所以你柴油车若是较旧哦，较老哦。好，迄车摇来摇去，变叫。啊，汽油的吼，为了开啊真侪年，开啊20-30年的车，你发动还佫载，还佫点，因为迄是牵涉到机械结构的问题，这等下咱才佫讲。啊，所以为着讲柴油较俗，啊，你加开一寡钱去买一台柴油车。算无较长啦，无较好啦。好，过来，即摆就真侪，咱即个讲吼咧，自用小客车已经咧食柴油诶啊。啊，所以你若应该讲安怎？讲你若是你家己的车，家己逐工咧驶，逐工咧用，你台车食啥物油，你家己真清楚。你去加油站应该嘛袂加毋着，啊会毋着是安怎来的？真侪人毋着是共借车，别人的车啊，朋友你讲啊，我今仔要倒位，家己无车，无你借我用者好。啊，好朋友讲好咧，借你。啊，就是为咱无甲伊交代，无特别甲伊交代讲，即台车是食啥物油诶。啊，咱共借车诶人，大部分诶人啦吼，大部分人车要驶去行，人拢会共加油加添要甜，还是上少无嘛讲，我今仔日甲伊用几粒加几粒行李，较袂讲共借车，搁油啊食车主诶，安歹势啦。吼，大部分正常诶人是安那，但是无正常诶人例外。伊共别人借车，不但车借伊嫌油就来出，伊车转来了，驶转去互你，啊谢谢哈，无甲你加油。你车主一个看我本来是桶油伫呢，结果即台车叫我驶出去，搁转来咧，箱油食了，无甲加油。嘛有即款人啦。
但是即款应该是较少啦。这个我讲这个无正常啦。啊，若正常的人咧，共用车了后，拢会共加油啦。好，你来共借车啊，毋知影即台车食什么油，无你嘛问一下，问讲啊，我等下我若用来要加油吼，即台车是加什么油啊？哦，柴油咧一项尔，像即摆讲这超级柴油。啊，若汽油咧，汽油分2、3项啊，后9厘的，后95的，后98的，啊，看你就加多一项。好，过来咱来讲加毋着，加毋着，你若汽油9厘、95、98加毋着，问题较少。好，比如讲你台车都适合加9厘的，啊去加到95去，免怎？嘛是会走啊。走起来会要紧诶，你若吹真大，有可能迄个引擎咧磨损较紧，袂讲加毋着就现伫半路停起来。啊，你若车若本来加95诶，啊你加98会要紧诶。会啦，讲起来讲会要紧，但是袂真严重诶要紧啦。嘛袂讲伫半路就失火啦。啊，你若车本来是咧食9厘的，结果你又加98的行咩？啦，正常行啦。但是你莫吹伤大啊，吹伤大，伊会爆炸咧加真大，你的机械较快歹啦。是差安尼尔，所以9厘、95、98加毋着，问题较无遐大啦。啊，佮纯粹讲你加毋着嘛，一摆半摆尔，后摆佮加落佮烂落，就透保去了，就少咯啊。所以汽油诶9厘、95、98若加毋着，发生问题较无遐严重。啊，你若假使讲汽油诶，你加汽油车，你去加柴油落去会安怎？落去可能你离开加油站无几分钟，你台车就一半路就要熄火，就安尼嘛。啊，熄火会发生啥危险诶？当然嘛有伊诶危险性。你若规啊线道你拢定咧驶来线诶人吼，你车熄火，你要走出来外线，你走袂出来，有伊诶危险。啊，你若定咧走外线诶人呢？熄火就哪有啥克罗米停咧就好啊，所以较袂要紧。过来，本来若是即台车若是食柴油诶，啊去加汽油落会要紧诶。不管你汽油2、3项，不管你加了多少项，9厘、95、98，不管你柴油车你加汽油落了，迄台车共款嘛是歹去，安怎歹去？迄个机械结构的问题。啊，所以这边的新闻事件是讲这个汽油车啊去加着柴油，应该讲。歹去是歹去，伊讲修理费开20多万，我想应该无遐严重啦。差不多600块清清咧，啊，迄个油桶甲油拢漏掉，啊，漏了油桶嘛免洗了，伊迄内底若柴油漏掉了后，准互你啊，佮剩柴油剩一束啊，偌济？伊迄油桶内底准互你还佮调一寡柴油，轻轻嘛无半粒啊！哦，啊，你油桶漏掉，佮定加汽油落来就好好啊。迄台车就佮会使的啦。所以讲，一台车修理开20多万，我想讲迄是安怎开的？因为你机件应该无歹嘛，就讲咱讲，吼，炼油歹去啦，还是讲喷出洞歹去啦，啊，库朗库歹去啦。应该嘛无即个问题啊，伊是袂发尔。
当然你化油器清清咧，咱即马毋是化油器，即马为的是喷射的。啊，共款啊，你嘛是迄个油路系统清清咧，汽油佫倒落就佫发落啊。所以讲，修理一个车讲开20几万，我想讲，迄个看为着要讨赔，所以加灌水也有啦。但是我捌拄着一件，是啥物呢？是柴油的小货车，去加了汽油，加了汽油安怎的？机械歹，迄若去修理就较严重啊！爱拆引擎，若驱动器歹去，可能爱换驱动器；皮斯桶歹去，可能爱换皮斯桶，有遐严重。因为是安怎遐严重，就要牵涉到机械原理咯。所以咱拄则讲汽油引擎，伊安怎动作的？咱知影讲油，车食油，油落去到咱咧讲气缸，就是石英达。迄气缸内底经过压缩，压缩了后，伊会点火产生爆炸力，甲伊的piston往下面塞叮当，塞叮当，这就是讲车咧出力啦。所以，不管你是柴油车、汽油车，伊有咱即摆讲的这四行程。四行程是安怎？这四行程，第一个行程是速开，第二个行程是piston伫下面佫塞倒起来，或者压缩。第三行程是点火了后产生推塞力，这第三行程在爆发出力，就是伫即个行程咧出力咧。爆发了后，迄个皮斯桶伫上下面佫塞落，就是甲块爆发，然后倒了后，火气甲塞了出去，或者排气。所以不管汽油车、柴油车，伊的运动原理就是四行程：第一行程进气，第二行程压缩，第三行程爆发，第四行程排气。汽油车甲柴油车差啥物无共？点火无共。汽油车点火是用电子落去点，迄个咱讲或者火珠啊，伊用电力甲火珠啊点火，互汽油倒起来才爆炸。这叫做火花啊，就是用火星点火啦。所以这个气缸的上顶悬这粒，伊的名叫火星塞啦。咱一般人拢甲讲或者迄珠啊。柴油车的原理，伊毋是用迄珠啊点火啦，伊无迄珠啊。有人会问讲，柴油车无迄珠啊是要怎点火？因为伊柴油车是靠着这高压的泵浦，你车咧压缩，就已经算真高压咯。但是迄个泵浦佫几啊倍的高压，加柴油讲做喷油，伊压缩是压缩空气。柴油车压缩空气，空气经过压缩了后产生高温，高温伊的柴油喷着，迄个高温就导火，是喷油入去导火，毋是用火珠啊点火导火，伊的无共是安尼。柴油车伊压缩共款是有压力，但是柴油车压缩佫比汽油车佫做甲伊来讲压缩比佫较大，
等于讲压过较侪磅就对啦。压较侪磅，伊要搁甲喷油入去，迄个是毋是爱更加搁较高压才喷会落来？这就是咱咧讲的讲分销泵布。安尼，因为就是安尼，所以才会迄个，咱讲拄则咧讲柴油的爆发，伊的震动继续大诶，就是安尼。啊，另外过来，咱讲你柴油车加入汽油，伊较会歹，较会损伤，是安怎？因为汽油袂堪你，互你伫柴油的迄个泵布内底，经过迄个高压压缩，才转落去倒起来。迄本来转柴油就遐后倒落，搁互你转汽油，不得了。这算啥？算像咱人讲超额过度啊，超额过度就超伊啊。哦，所以柴油车你加毋着，加入汽油咧，伊的严重性较大。哦，安见到汽油车去加入柴油咧，上计是袂发生咧啊，伊的严重性较无遐大。过来，另外个附带个讲者，较早咱咧机车。诚侪机车拢属于或者离行停的，啊，这离行停的，即马因为环保的规定，伫台湾差不多无啊，尤其是新出来新做的绝对无啊。啊，旧的也有人继续咧用，啊，继续咧用咧，愈来愈少咯，愈来愈无迄个何旧的离行停的咯。这较等咧，咱再搁讲，吼，啊，即点钟咧，咱就。干那讲即个话题，讲几点钟，啊，小等下后面，咱再个还佫一点钟，大家稍微问题，等下再个后点钟，再个继续收听，感谢。想要听好音乐、好声音、好音质的收音机，三井收音机是你的好选择。三井收音机操作简单，选台方便，有大大的数字显示，阁有 AM、FM 记忆功能各个台，随时会用试到你喜意听的电台节目。功能遮方便，一台2100块，马上卡055960523529605235购买。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助警器还是啥哈？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你在看什么书啊？这么认真？小说啊，这个作者我很喜欢哎，看到停不下来。你是怎么知道这本书的？Open Book 阅读制，每年年底都会选出当年度的得奖好书啊，直接收获很多书单哎，快去 follow 起来，说不定你会遇见命中注定的作者哦。2025 Open Book 好书奖全台书店图书馆现正联展中。生活是书，书里有生活的无限。以上广告由文化部提供。主任，想请问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诈骗集团会在网络上刊登股市名人的广告，标榜着短期获利、稳赚不赔，吸引被害人上当。隔天就会有人拿着某某投资公司的识别证跟被害人取款，但遗憾的是，这些款项最终都血本无归。所以提醒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上门取款全是骗。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万元开始领哦。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云如。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提款机或邮局领现。提醒大家要以1万元官网公布资讯为准，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8洽询。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讯息。全民加一，政府相挺。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有一好声音，尽在心魂里，亲像朋友同款，一直陪伴你。新婚领一声白球2-3甲你，继续用未来前进。你即马收听的是 FM 89.3新婚姻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朋友，这是新婚姻之声广播电台 FM 89.3调频，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咱这个节目《故乡的声音》。这个节目是婚姻馆大语文研究学会为大家制作服务，欢迎收听。咱节目进入第2点钟，咱这节目是每礼拜日的暗时的6点到8点。咱就进入第2点钟，同样阁刷头1点钟所讲的话题，也讲无完，继续讲。拄则咱讲着讲，有迄个，尤其是机车啦吼，2行停的。当然，古早嘛有迄汽车做2行停的啦。2行停的安怎做？2行停的参4行停的机械拢无共款。2行停的是一个行停是自由兼压缩，另外一个是爆发兼排气。2行停甲4行停有啥不同款？4行停的车有马路虎。就是人讲进气孔甲排气孔，迄个2行停的伊毋是做马路虎，伊是迄个排水洞乌空，正个加乌2个空，通符合迄个进气压缩排气的遐动作，所以因这2行停就是迄个排水洞向顶面塞一个，搁落一个，安尼完成一个，等于讲点火一摆，安尼互做2行停啦。甚至古早也有人做像个柴油引进的共款2行停哦，这即摆拢无啊，吼。
我捌看过迄种车啦，但是我毋捌驶过。迄个柴油严禁的二行程，甚至较早去日本的做到大货车哦，大货车哦，柴油的二行程的，即摆拢无啊啦，即摆车会使讲一律拢做四行程的。台湾的机车，若伫古早吼，是二行程的车较侪，你知影？愈来愈，就讲环保的规定愈严，所以到即摆咧，新车做出来一定就是做四行程的。安怎分辨？咱一般的人，你袂晓讲，迄这安怎什么二行程、四行程，听到灰煞煞，你着敢若知影讲，你台车是食清油还是食泡油的？四行程的车食的就是清油，所以清油。你若干那食汽油，就是加汽油，无搁染乌油啦。若较早二行程的咧，二行程的汽油内底你爱染乌油就去互食，伊个比率是偌济？大部分啦，大部分拢讲这50比例啦。50比例偌济？4%哩，4%偌济？比如讲，你加1粒的汽油，就1000cc，1000cc 内底若4%，就爱透40cc 的乌油啦。安尼或者汽油泡乌油，落去互迄引进通食啦。这或者二行程的食油啦。若四行程的食油咧，纯汽油无乌油，若安尼起来，咱即摆讲环保，环保就是四行程的，就是纯汽油车，因人讲袂出乌烟啦。若古早二行程的咧，有诶因人讲吐乌烟吐到足严重诶，所以政府为这环保的这方面，伊才会甲你规定讲，即摆新车完全拢无。二行程的咯，拢四行程的，拢袂吐乌烟。但是咱台湾的社会，较早我讲，较早迄机车二行程有够多诶，所以有诶车到现在还搁咧用。现在还搁用，政府嘛无讲强制叫因袂使用咧。干那有啥物？有太旧换新，政府给你补贴。比如讲，你台车都30年咯，甚至较久诶，有诶50年咯。你毋甘等煞，毋甘等煞免啦。好啦，政府钱贴你啦，你去报废吼，看政府贴你偌济钱啦。吼，比如讲，你著报废，政府贴你5000块，还是偌济安尼？政府用贴你诶钱诶方式。互你在二行程的车倒少去，并毋是强制。因为以前强制要强制啥？强制拖拉库，就是讲老车啦，还是讲游览车啦，即客车啊。要强制讲几年的就袂使用哩。我若造成了真大的风波。其实迄边要禁在头咧老车，讲几年袂用去。我讲即种诶发即种命令、发即种做法是无必要诶，并毋是讲对甲毋对啦。当然，为着环境要好，为着无吐乌烟，当然伫即个原则下无毋对啊。但是你知影，台湾偌侪人咧生活，伊现实生活内底，你叫这旧车淘汰掉，无伊毋着买台新车互伊。你叫伊淘汰，当然伊着反弹啊，煞去佫加一寡人伫边仔咧斗限牌位啊，造成了这老车
嘛引起了或者政治效应，哦，足凄惨诶。啊，我当然我有我诶看法，啊，但是我诶声音讲袂出去。我诶看法是安怎？对着老车诶问题，你就莫插伊就好啊，莫插伊。啊是安怎？有人讲啊，环境要好，我讲环境要好，咁一时间你就一定爱安尼，你莫插伊就好啊。莫插伊，你只车20年无报废无停起来，30年嘛就停起来。你驶到30年毋愿停，40年你嘛就停起来。因为安怎？因为迄台车愈来愈歹，啊零件愈来愈恶摕，到尾啊，迄台车袂行，你家己就动起来，就停起来了啊！啊，咱就政府去插手，政府去叫你讲，当时要停起来，这引起了政治风波，莫插伊就好嘛。时间到，你就家己停了嘛。另外，话佫讲倒转来，我讲台湾的这机车也佫有诚侪这离行停的，啊，是毋是愈来愈少咯？你去庄脚看觅，也佫有一寡庄脚的，一寡老农民咧徛啥的，徛全徛1年5的，迄有诶50年咯咧。但是伊就讲迄台车真勇啊，伊毋甘诞杀啊，好啊。真用毋甘诞杀，有一工你嘛就诞杀。你讲会当互你继续用100年、用200年，总是有一工你爱诞杀啊！总是有一工你也无迄个零件通来斗袂起来，你就袂行了啊，是毋是？所以即类的即个政策啊，政府莫管伊。年久月签，你就家己袂振当啊！啊，愈来愈少，啊，愈来愈少，纯粹讲伊有吐一股乌烟，伊有可是安怎？咱台湾这也佫有咧下煤炭的迄烟筒，是毋是？逐工咧吐乌烟？煤炭烟筒都一工到暗时咧吐乌烟，你一台奥多摆，小啊台奥多摆吐一撮乌烟，伊可是安怎？会死咯呢？所以，即类的物件，你莫插伊就好啊。时间到就自然淘汰。啊，你过来，拄则我讲，政府为着即个较老旧的机车，叫你换新的，贴你的钱的，这一年嘛毋知足足开偌济钱出去咧。啊，有效果无？当然有啊，减一台算一台啊。啊，比如讲，你为着要互在老旧的在奥多摆行报废，你政府一年开出的钱，互人，咱莫讲几台啊，一年5万台就好啦。一年5万台就是换转来讲，就是讲一年减少5万台咧吐乌烟嘛。个另外一个问题，咱一般人拢无去思考着，是啥？你讲当时政府咧禁这个离行停的机车，毋是禁啦，讲叫人尽量莫用安尼啦。啊，新车出厂的都一定要做4行停的，才会使者新车才会合格。所以新车无咧做离行停的咯。哦，啊，这政府为着讲离行停的，都有透乌油咧食，有污染。但是我定要问一句话啦，问讲啊，4行停的就无污染呢？4行停的你汽油经过燃烧，经过倒过排出来，遐嘛是污染的碳。二氧化碳，甚至一氧化碳，啊，遐有毒无？
你在车看到烟筒，也无看到咧吐乌烟，啊，事实迄台车有咧吐烟无？食汽油的嘛是有咧吐烟呢，啊，伊出来烟嘛是有毒呢。啊，你在食油的，在车一工到吐偌济，看无着的烟，啊，你拢毋知人去讲。啊，干那迄个有泡乌油、有流啊吐着乌烟的，你安咩叫安袂当死，袂当活。若要套一句政治上定人咧讲的一句话，讲有那么严重吗？敢有遐严重？即我过来，咱搁现在附带搁讲者，讲到这车食油吼，再来讲上古早，上古早，你若一台二行程的车要去加油站加油，上古早是安怎？上古早真侪加油站，伊的隔壁、伊的对面，拢有咱民间的所谓控油行。民间的控油行咧卖啥？卖乌油啦。因为伊对面就加油站，隔壁就加油站，所以伊无咧卖汽油啦，啊嘛无咧卖柴油啦。啊，迄民间的控油行拢咧卖乌油啦。啊，你若徛二行程的机车去到加油站要加油咧，加油站就干咧卖汽油尔，伊无咧卖泡乌油的啦。所以你爱去加油站的隔壁，还是对面去控油行去买。去买啥？伊控油行，比如讲，你爱加乌油，啊，你在较早奥多麦的油桶底较少，比如讲底5粒，啊5粒，纯粹讲加汽油，加5粒，啊乌油爱落偌济？乌油可能爱落200cc。那么你去加油站的隔壁，还是讲对面控油行去加？啊，这控油行再摕一个桶啊走过来加油站变加汽油，等于因兜再甲伊透乌油落，甲伊拉咧，拉好嚼，再甲伊灌到你的车油桶底。所以有真侪加油站，伊的隔壁还是伊的对面，拢控油行，就是安尼来的。当然，我咧讲的对面是安怎？是路细条的，才会使去开对面啦。啊，路也真大条的，有的路已经四线道了，迄款你去开对面可能嘛无适合啦。即摆二行程的机车要加油，你爱走去加油站的隔壁，还是对面的控油行去加迄款种燃机油的汽油落你的油桶底啦。啊，这到底用几年我毋知啦，因为我因为我真早就用了机车，所以我捌用这个方法走去控油行去买泡乌油的汽油啦。啊，到底用几年我毋知。到尾安怎？到尾加油站的加油机，我若互你会当加迄个泡乌油的，伊即支油枪走出来吼，毋是干那单纯的汽油，伊有个燃乌油，所以佫当调看你要燃9啊8。我会记上少是2%啦，啊上多敢若8%的款。啊，所以有一段时间，啊，我去咧食头路，啊，阮头家有在奥多麦，伊甲我讲，你若去加油吼，你爱叫伊讲，迄个
乌油的混合比8%。哦，医生啊，咱会要8%站，因为乌油较重的吼，迄台车较袂歹啦，种润滑度较会够安尼啦。但是伊的缺点是啥？你乌油较重，缺点就是迄主要较够塌的，人讲积碳较够塌的，较够塌迄个乌囤就对啦。啊，所以讲，迄个头家就叫我讲，若要加油诶，加泡油爱加8%，吼，8%算真重啊。哦，我拄则讲一般是4%。啊，透8%，迄台车会发动未？共款是会当发动啊，只不过是伊有啥，迄主要较够塌的安尼。好，即咱过来讲伊迄加油站吼，加甲你迄个吼，这泡乌油的，咱讲二行程的机车，二行程的你去加油站直接加，毋免阁走对面的控油行，还是走隔壁的控油行，迄毋免啊。到加油站直接加，互你落你的油桶，就是汽油、泡乌油，阁会当分几趴。这就是咱社会上有一句话咧讲啥？因为有需要，所以就有人会去创造迄种物件出来。迄个这二行程加乌油的加油机，啊，所以较早的加油站有一段时间就是加普通汽油，普通即款泡乌油的即款拢加普通汽油啦，无咧加高级的，拢普通汽油、泡乌油。啊，你若学倒来四行程的，四行程迄阵伫咱台湾进口也莫讲啦吼，伫咱台湾的牌子敢若2个牌子尔。就是双阳甲公阳嘛，因做四行程的，吼啊，剩的以外，拢做二行程的。当时台湾的在机车的牌子有啥物？有铃木的、Suzuki的，有石桥的、VS 的，有川家的、Kawasaki的，各有咱台湾家己岛内的牌子。亲像有一种冬青的，啊，搁一种富士的是迄落啦，对日本来的。搁较早还有一种山口的是亚马库基的，吼，这通通是做二行程的。但是到尾啊，吼，到尾有因在工厂的本厂对日本进迄个伫日本咧卖嘛有四行程的，比如讲卡瓦萨奇。嘛有四行程的入来台湾啊，迄毋是台中的哦，迄规只进口的。Suzuki嘛有啊，嘛有迄进口的四行程的啊，吼。但是伫台湾本岛咧做的四行程的，写干那2个牌子就是三阳甲公阳啦。啊，因为台湾政府规定爱用四行程的，袂使用二行程的，所以二行程的为了啥收起来。比如讲，Suzuki的，即摆台湾可能嘛无咧卖咯，VS 的嘛无咧卖咯。吼啊，台湾的在一寡较早的人讲小厂啊，因的销路都无好，迄早就收起来啊。比如讲，亚马库基的，吼，迄嘛收起，早就收起来啊。啊，像讲冬青的嘛，一阵仔就无去啊，吼，啊，过来无人机车嘛，一阵仔就无去啊，吼，啊，过来啥物？搁一种吼，这新三东，迄纯台湾家己做的新三东，迄嘛无去啊，吼，啊，亚马哈较早是无做四行程的，即摆因转型做四行程的出来啊。吼，迄是台湾即个二行程甲四行程的会经过就对啦。然后了一段时间来讲互大家听。啊，另外佫进口车较早就有一种牌子，人讲车了看到新事，或者威斯巴。啊，威斯巴有人
看到讲威斯巴入来到台湾咧卖都袂歹，啊无我就来意大利引进另外一种车入来台湾，卖即个像威斯巴安尼，所以就互你啥，迄种互你，所以我若参威斯巴共型诶就对啦，就搁另外一种，对啊，互你比啊少，迄种即摆敢若无咯。啊，所以即个威斯巴即阵你若伫台湾都会看到真少诶迄种互你古董车啦。工程也无咧出咯。这是李兴廷诶一个，人讲台湾历史上内底一段啦。再过来，到现在因为毋着政府拢无咧推动李兴廷诶，甚至佫达到收到少吼，所以你即去加油站要加油，加油站无迄个讲即台加油机就是李兴廷诶炮油加互你，嘛无啊。无你像也像咱庄脚还佫有诚侪人咧徛迄古早诶迄李兴廷诶机车，你若要加油咧，要加油你家己买汽油，等于恁厝诶炮油啊。有人问讲迄个炮油怎啊都无方便，无我啦，干那加汽油，买炮油会晓紧诶？会晓紧咯，迄会烧去啊，引擎会烧去。迄当然会要紧啊！所以你迄台车李兴廷诶，本来咧泡油诶，你就是爱照起工甲泡油落去互食啦。我咧讲诶就讲，大概就是4%啦。你较低较少，差就是啦，反正也袂要紧啦。毋通完全无泡油。干那汽油落去行，迄台车就会烧去啦。这是伫台湾，人讲即几十年来诶经济发展诶过程内底一节啦。好，各位听众朋友，来咱继续进行节目。头仔讲到机车讲袂煞吼，即个物件爱搁甲大家讲者吼。你怎啊看台湾的市面上，足侪即号咧大台的机车？什么说大台都引进啊超过550以上的就说大台的。咱一般的人咧用的，即台湾的机车有4种大小，你知？50啦，咱讲引进是50cc，50以下的或者轻机车啦，50到150或者普通重机啦，是
参轻的比起来，伊较大只，但是伊是普通的尔，伊也毋是大蛋鸡哦，到150啊。啊，这150啊到55，这中间呢，就讲黄牌的啦，就是讲佫加只大啊，但是伊也毋是上大的，所以另外就是讲伊的挂牌的黄牌的，黄牌佫起哩就红牌的。红牌就上大只的，上大只的，听讲后尾一只机车的引擎是几 CC 站，听讲咱就有做到1600啊1800 CC 啦。嘿，拜托咧，一台车为了较细只的才1000 CC 尔，还是1200、1300，啊！你一只乌托邦做到1600，惊死人啊！所以问题是遮吼，所以我今日特别搁用一寡时间要来讲即项，就是要讲这。你若看人讲骑重机车骑得好吼，来讲，但讲足晓摆安尼。啊，若朋友骑台来领导，你会使讲，啊无会使借我骑看卖袂？迄个朋友骑来领导，你要甲借骑看卖，伊会安怎讲？上好的一句话是讲，你无识，卖啦，卖算，安尼较拄好啦。啊，若你要讲，啊，你徛来阮兜，啊，你停了门口，我甲伊借徛咧也无通。伊讲，嫌甲你借徛咧也无通哦，无采我咧甲伊做朋友，吼，那安尼就毋好啊。啊，所以应该是讲，你无识，上好卖。因为啦，因为大只机车参咱细只的无共，伊差伫倒无共，差伫原理大小。你像啊，咱咧细只的为了50万尔，为了100还是125尔，啊，伊大只的为了千几 CC 的，迄买了真大。啊，你若毋拄好，人讲拄着一个朋友骑一台车来恁门口。啊！你甲讲借我徛者好毋？伊若讲好，啊好就是有人咧要害你的。安怎讲？啊，都